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跟线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是儿童牧区的主理的祷告会，今天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在我们现场，我们一起要有活力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好，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唱主恩典，拍手。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再次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在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好，我们现在有请大人，男生大人来唱哦。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换女生。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我们来试试看小朋友。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小朋友大声一点，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再次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我们来啦啦啦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让我们一起来挥手。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让我们手摆后面一起来摇。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啦啦我一生赞美。啦啦要来赞美主，再次一生要来赞美主。我们用掌声，谢谢这个，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生要来赞美他。好，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他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耶和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耶稣会保护我，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
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引领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我把旁边的手牵起来。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间再次他会保护我，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他会保护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刻保护我。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我出我入。我出我入，从现在再次我出我入。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亲爱的神，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出我入，你都时时刻刻保护我们。你不管你是大朋友的主，也是小朋友的主，不管我们是现在年纪如何，你都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每一天都平安顺利。谢谢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好，请坐。牧师、长执，还有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相信今天轮到儿童牧区，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边为大家来做这见证。那在今天开始前呢，我首先就是分享说，为什么我会来到儿童牧区这个地方来当老师跟同工。首先就是当我们家有一个小宝贝艾妮，她出生之后，后来就是因为我老婆在教会上班的关系，所以是从小就带着艾妮在教会出出入入。然后首先是到幼幼班的时候，我就陪着艾妮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成长，然后学习，包含手作。然后那时候是徐世芳老师他当主任的时候，他说艾妮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旁边在那里读圣经。然后徐世芳老师看我看了很久，然后就有一天要我说，看你读圣经读这么认真，那你们要来帮我们教小朋友读故事啊？我说，这样读故事，我觉得会有点紧张害怕，要这么多小朋友。老师就那时候鼓励我说，你试试看嘛，没关系。好，就于是开始了我第一次这样在儿童牧区的服事。然后在带这些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带小朋友除了让我学习怎么样来预备故事，而看跟孩子跟我的互动之间，我就觉得很开心。孩子们对我的那种信任，跟孩子们不只是我的孩子，还有这么多的小朋友的互动，我觉得跟他们互动让我学到像孩子般的那种单纯的心，还有那种信靠跟很真实的心。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陪伴艾妮从幼幼班、小1、小2、小3、小4、小5，到现在已经小6了。然后看到孩子们，也陪伴这一群教会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成长，还有不只是生养成长、生命成长，还有他们的在圣经上面的造就跟学习都有逐渐的进步。好，接下来呢，我要分享就是说，在这一段几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从今年这样整个儿童牧区在推动那个祷告跟陪同孩子，还有透过奖励制度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从生命中来建造祷告，还有背圣经的目录
以及学生的公约当中，还有每周的进去，让他们不断的成长，然后将神的话不断的建造在里面。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透过帮助孩子来建立与神的关系，透过鼓励孩子们在祷告还有参与服事当中，以及经句的背诵还有经句的朗读，让他们更加熟悉神的话。第二点是我们要来教导孩子敬虔而活泼的信仰态度，透过执行奖励的制度，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年有很明显的成效。孩子们他们愿意主动来上台来发表，然后他们也能够背诵旧约的目录，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得很熟。然后在透过圣经公约上，我们是用背诵台语的，孩子们他们也很厉害，他们可以把它背诵的完整，而且是10条公约这样子把它背诵出来。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再来是每周的金句，我们把这金句不只是在我们上课课堂当中来跟孩子要求他们来背，也是把它传送给家长群组，然后家长可以陪伴孩子在家中来背诵金句。那在今天预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就一句经文浮现在我里面，就是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心中很深的一个感动，然后也是我相信也是每一个儿童牧区的老师们放在心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来陪伴这群孩子们。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儿童牧区，我要来介绍一下整个我们在儿童牧区的礼拜当中整个过程。首先我们是透过敬拜和活动，让孩子们他们能够享受在敬拜当中自由的跟敬拜神，然后也透过团体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凝聚向心力，然后也透过团体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学习在团体当中怎么彼此的互助帮助，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团队当中，也透过这样的竞赛当中他们可以有一种成就感。再来呢，我们也透过在感谢的祷告还有服事当中，让孩子们亲自参与，而不再是只是老师和同工们，是孩子他们从小就能够来参与在教会的祷告跟服事。还有这里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让孩子们能够来背诵旧约的目录，还有学生公约。再来就是教会长老也邀请教会的长职还有同工老师们来上课，来讲圣经的故事，跟孩子们分享圣经当中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故事所要带给我们学习和成长的事情。然后在每个课堂后面，我们邀请学生来为我们做最后的这样结束的祷告。然后再来呢，就是孩子们他每一个不断一个阶段的学习当中，也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整个教会的服事，包含我们看到的孩子们参与母亲节这样的招待，还有会前的练习，以及当天的敬拜，还有读经跟感谢的服事，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这样乐意参与在我们整个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生命也跟着成长。再来就是孩子们参与我们教会60周年的之前的彩排，还有圣诞节的彩排，以及我们圣经朗读比赛，对，然后看到孩子们他们很乐意参与教会的活动当中，他们也得到很大的这个成就感。再来就是在教会的夏令营之后的返校日，孩子们透过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来参与活动，然后也凝聚他们彼此的向心力。还有教会的一些活动，包含有稻谷，然后让孩子们他们可以带回家去种，然后有些孩子们也真的有种出来。然后再来呢，就是儿童牧区每一季会有一次的祭典换奖活动。那这个祭典换奖活动就是鼓励孩子们在每一次的上课过程当中，他们努力的表现，然后背经读经，我们就会让他们有一个基点。然后到每一季的时候，我们会准备丰富的奖品，让他们可以来兑换他们想要的奖品。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也有在增加 special 的这样活动，当天还有背经，还有读经，还有一个活动，然后让他们可以追加那个点数的部分。再来呢，我们就要请到我们高年级、中年级、低年级及幼幼年级的各班的老师来派代表来为我们做这样见证。当中我们还有学生也会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拭目以待。好，那现在我们有请高年级的洁玉老师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好，大家平安。好，那我是就是5、6年级的分班老师。那其实我接就是5、6年级大概才1年多，然后我之前是带1、2年级。那这个差别呢，就是非常的大，就是因为1、2年级的他们就是虽然有点吵，但是他们很乖，就是你跟他们说这边要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哈，就是乖乖听老师。5、6年级呢，就是一上课，老师什么时候下课？然后翻开圣经，老师在哪里？我刚刚已经讲过3次了，这样子就是非常训练那个 EQ， 还有你要怎么去应对孩子不成熟跟一些稍微叛逆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年级的成员有谁。那这个照片里面可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些小朋友呢？那有些小朋友今天也有来到现场哦，像是艾妮，然后直杰，还有雨辰。那我们里面还有文乐。然后嘉恩，还有乔慧，然后林果，好，还蛮多的是，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今年已经升上去国中的，大概有3、4个，然后还有那个雨恩，简雨恩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在分班的时候，我们会先让小朋友读一次今天的经文，他们一定要会练习翻圣经，每个人都有一本就是教会买的圣经，然后我们再翻开习题本，然后去写。里面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去做分享。那我觉得高年级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觉得高年级应该要有一点可以自己思考的一些方式。但是呢，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面对的是他们的时代是很多是不需要思考的事情，或者是3C 产品，所以导致现在小朋友很多不是他们不愿意去思考，就是他们已经失去这个平常练习的这个机会这样子。那所以呢？另外提到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来到主日学，就是我也是那个就是小时候觉得主日学很无聊的人，然后就这样离开教会了。我是从主日学离开教会的这样子，并不是当初的老师怎么样，就是我就觉得这就是每天要来上课，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很无聊。那我有听过有一些青年有类似的分享，但是我会觉得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回来。不是改变主日学，就是让主日学变得更有趣。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是我们把一个福音放在小朋友的心中，是福音的种子。他现在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读这些，然后这些故事无聊，听几百遍了。可是也许他们未来可能离开教会，可能或还在教会，他们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也许他们就会想起来，哪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了什么故事，哪一天我读了什么经文，说不定这个经文就在他的心中有就是被圣灵的感动，他会知道要去寻求上帝。好，那今天呢，其实就是高年级的老师偷懒。今天不是我的见证，就是我觉得儿童牧区的见证嘛。那高年级我觉得就是应该训练他们自己表达，还有自己向上帝献上感谢。那我们今天就请了本来文杰只是跟我说7到10分钟，我一个人7到10分钟，那我就把它切成4等份。然后一个小朋友大概1到2分钟，请他们练习简短的见证。那也很谢谢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都很配合，然后让小朋友引导小朋友写出他的感谢，把它写出一个短短的文章。那我们呢，有2个小朋友，因为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到场，所以他们用录影的方式。然后有2个小朋友呢，他们很有勇气哦，他们提起勇气现场来跟大家讲。那这个前提是我都没有跟他们说会有奖励。我也没有跟他们说会有什么小礼物，然后他们就愿意上台分享，所以大家等一下要多多给予他们鼓励。好，那我们第一位要上台分享见证的是影片。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秉承跟林果的见证。牧师、各位长职及叔叔阿姨们平安，我是5年级的谢秉承，现在要分享一个小小见证。
就是今年10月份学校举办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班级拔河比赛，我们班都有参与。后来我们班在预赛时候取得进入决赛的资格，与另一班争夺冠亚军。我感到无比兴奋开心，但是后来听老师说，运动会当天因为人数限制要挑出部分同学无法参与，我是挑了一个比较瘦弱的同学还有我。老师说我可以在旁边一起加油，但是我很想跟同学们一起拔河，所以被挑出来不能参与，我很难过。运动会前我一直祷告，希望有上场机会。没想到运动会决赛时，老师算了一下两队人数，反而我们班还需要同学上场，两队人数才能平衡，所以老师又请我上场参与比赛。神真的应许我的祷告。圣经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佑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让我能和同学们一起拥有努力的美好回忆，也让我历尽神奇妙的恩典。谢谢耶稣。大家好，我是陈文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在搬家时的心路历程。你要大声一点。以前我们住在板桥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很熟悉那里的环境了。不过在2023年年初，房东突然要求我们搬家，当时我真的吓了一跳，想到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就非常不安。那时我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给我勇气面对搬家的不安。谢谢上帝让我们顺利搬到桃园，虽然现在偶尔还是会想念板桥，但这个过程让我的心变更坚强。谢谢上帝爱我。好，我们掌声，谢谢这两位同学。牧师好，就是你看有人那个要录影，可能还有点害怕，还要变成照片的那个定格画面，然后把它上字幕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子杰小朋友，5年级的子杰。大家好，我是儿童牧区的子杰，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见证。有一天，我参加的合唱团要去龙潭比赛，我很紧张，担心自己的表现，不知道能不能唱出好成绩，所以我向神祷告，求上帝给我最好的状态。祷告完后，我就比较轻松了。在合唱台上勇敢且尽力的演出，我很享受整个合唱的过程和表演的当下。而后来我们合唱团的成绩出炉，也得到北区合唱比赛第4名。感谢神帮助我心中有平安，也谢谢天父爸爸带领合唱团能顺利演唱。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谢谢子杰，子杰很棒哦。好，接下来我们紧接而来的是雨辰小朋友，他也是5年级哦。大家有看过他在台上拉小提琴吗？这是他。牧师、各位长职及叔叔阿姨们平安，我是5年级的郭雨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运动会中经历到的见证。运动会我参加了个人跑步项目，预赛的时候我尽全力跑，但只拿到第3名。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我心里还是有点失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机会再往前了。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中，我跟神说：“主啊，我知道结果都在你的手里，求你赐给我一颗平静的心，让我能享受比赛，也让我在正式比赛中能有最好的表现。”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反而没有那么焦虑了，觉得一切交给神就好。结果到了运动会当天，我惊讶地发现预赛第1名的同学被换掉了，而我最后成为正式比赛的第1名。当下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感受到神的爱。
这件事让我学到2个功课：第一，我们尽力之后，剩下的要交给神；第二，神做事的方式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也不是他不是只听到我们的祷告，也以他最好的方式回应我们。最后，我把这份荣耀完全归给神。愿我的经历能让你们相信，无论事情看起来多小，神都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感谢神。好，我们谢谢雨辰的分享。好，那所以呢，小朋友都是做得到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将我们的掌声献给上帝，他们这1年来有进步很多哦。好，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有点晚，有些会提早走，那我们还是很感谢他们今天来这边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中年级的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就轮到中年级的老师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中年级老师，我们邀请到谢一如老师，他来跟我们见证分享，他为什么会来到儿童牧区这里来当老师。然后我们鼓掌来欢迎。好，感谢神又让我在这边做见证了哈。那其实到儿主牧区来，其实都完全都是。就是出乎意外这样子，就是有一天啊，我只是在教会走一走，我就想说，我都一直忙家里面的事，还有我自己的事哈大家都知道我在找房子嘛哈，然后好像我就觉得就停顿了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所以呢，我有一天就从楼下走啊，就想说，神，我好像还是应该分别为圣，在教会里面还是要继续服事这样子，因为之前就是有继续服事，然后我就走到6楼的时候啊，我就突然间看到那个嘉硕长老在602啊，那因为他们门关着，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碰到嘉硕长老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嘉硕，你们那天我看到你在602是在做什么啊？”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就是中年级，然后他是助教，然后他们在教儿主。我就想说，好不错，那我也去儿主教好了。那也非常谢谢儿主里面的同工愿意接纳我，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没在这边教过。那我就想说，反正我在小学里面就当老师了嘛，那就是再到学校再到那个儿主去教，应该也还好。那因为就是跟一般结婚的弟兄姐妹不一样，就是反正我在学校上完课回来，有人就觉得已经在学校被学生已经疲劳轰炸过了哈，所以他们有时候在教儿主，他就觉得他一天从 Monday through Sunday 全部都要被小孩轰炸，就觉得受不了。那因为我就还好，我就没有生小孩啊，所以我就还没结婚，没有小孩，所以就还好，我晚上回家都可以休息。那我就觉得儿主啦，我还是可以来陪伴小朋友一起成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跟儿主讲说，儿主牧区讲说我想要过来教，那也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接纳我，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教过儿主，然后就谢谢大家愿意接纳我，就让我在儿主里面接。那应该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接高年级，然后之后再接，现在接中年级。那其实我比较想接中年级，因为我们在学校就知道说，其实真的要树立小朋友一些观念的地方，就是在中年级因为低年级实在太小了，讲了也听不懂。那高年级呢，就像高年级刚才老师的那个见证一样，你问他，那高年级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比较能够树立小朋友一些原则观念，就是在中年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一直非常希望可以去中年级教，也感谢神还有牧区的同工愿意把我安排到中年级去教。那我也非常谢谢，就是那教这个主日学也因为我们要教，所以我们需要备课，所以也感谢神让我教主日学，所以我也对于圣经上面的教导也比较多的了解，因为主日学里面有一些圣经的那个教材，那我们需要去备课，所以其实就是在教学相长。虽然是我在教小朋友，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圣经上面的就是了解，也可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增进自己在圣经上面的知识。然后呢，因为实在是
在学校呢，我就要被我的学生抄，然后呢，回来家呢，等一下我也要赶快冲回去，因为我们家一个老小孩在家里等我哈。然后我今天还帮他过生日，所以我刚刚实际是7点半帮他过完生日就冲过来，然后告诉他我8点半就会回去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身边全部都是小孩哈，平常在学校呢是高年级的小孩，回家呢是什么高龄的小孩，来学校的时候是中年级的小孩，很感谢神。虽然我自己还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小孩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体力精神，可以去陪伴这些小孩子哈，然后可以搞定他们更是重要的功课，然后我也很谢谢主日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有时候真的是在体力跟精神上面，其实有一点不太能够负荷哈。但是我还是决定，我不想去放弃主日学的教学哦。所以有时候啊，虽然是真的是体力上面负荷不了，但是还是在主日学这边哈，我还是撑住继续的做服事这样子。看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其实好像也有越来越多，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像刚才文姐讲的，我们真的圣经教导就是教养小孩，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那我就觉得说，能够教这些小朋友读圣经，我觉得也是在传福音给他们哈。那虽然大部分小朋友的家长其实都是弟兄姐妹，可是就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可以传福音给这些小孩。所以后来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突然间觉得就是对啊，我也是在传福音给这些小孩，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我们都觉得说就在学校，就是在教会教主日学，然后都是弟兄姐妹们的小孩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传福音我们好像都要到外面去传福音给别人，可是也没有，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帮这些小孩子在圣经上面的真理上面做扎根，然后我们其实也在传福音给这些小孩。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主日学的每一个老师都是非常有福的，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下教导这些孩子真理，然后我们也在传福音给这些孩子，然后这些孩子也是有福的孩子，他们能够这么棒。你像我以前小时候我就没有读过什么主日学啊，我也是到30多岁的时候才接触圣经，接触神。可是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就是有福的孩子，他们这么小就有这一群的主日学的老师就在教他们圣经的真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主日学老师都是很有福的人，然后这些孩子听到福音的孩子也都是非常有福气的，所以非常感谢神，也谢谢神让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做见证，谢谢大家。谢谢易老师给大家我们这么精彩的见证分享。那在我们主日学当中，还有很多老师，他们是埋在这里好几年的时间，默默的在当中来教孩子跟付出，让我们看得真的很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到低年级的家芳老师来为我们做他的生命的见证。他也是在我们主日学非常久的老师，那我们鼓掌欢迎他。我今天先讲一下我个人的见证，然后后面我会做一些主日学的分享哈。我是第1代的基督徒，家里不信主。那我是在一次教会有办一次音乐布道会，然后我决志受洗，那我就进来教会了。然后呢，我就参加青年团契，然后我跟凯安在青年团契就认识，然后青年团契有说要做周报，然后我就排到我跟他一起做啊，做着做着就好，你们知道的哈，好，就这样哈。好，那结婚之后过了几年，我突然发现有一天，我那时候已经生完小孩了，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一直吐，而且那个现象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哦，是持续了一段时间。那我自己在医院上班，我也有那种警觉性，然后我就去看医生。那会不会是什么肠胃不好啊，或是内耳不平衡啊，然后造成这种呕吐的状况？可是检查下来都没有问题。后来呢，因为凯安的姐姐她是在那个蜀桃当
感染管控师，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医院照一下电脑断层？然后我就说好啊，那因为他有认识一个神内的医师，他愿意就是在应该在私底下哈，就帮我照电脑断层，然后就发现我的第四脑室小脑这边，在这个后脑勺这里，然后就发现一颗肿瘤，然后我就很紧张，我说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在我刻板印象中，那个脑瘤我觉得恶性的会比较多，感觉上。后来那个我就去我们医院找了一个那个神外的医师来检查，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讲哈，我最近走路哦，都听到那个好奇怪的声音，真的轰轰轰，就是从那个大脑这边发生一个轰轰轰的声音，然后一直到后来出现复视。就是一个看成2个，那我就觉得很严重，我就去找那个我们医院的神外医师，他就说你这个很严重，你这个是水脑，就是会这样子轰轰轰这样。然后呢，他就说，我觉得你这个要赶快开刀，非常非常紧急啊，我觉得你要尽快的开刀这样。那如果你不想在我们医院开刀，那我可以介绍我的老师，就是台大的神外的医师，他在台大呢是顶尖的，最厉害的，是他的老师哈。我就说好啊，那你帮我介绍这样。后来我就想说，介绍好，那应该也是几天后的事啊。没有想到我早上去看门诊，结果下午我们主任就跑来找我说：“你还在这边做什么？赶快了，我带你去台大。”然后就去看，就是我从急诊进去就是看医生，还好是从急诊进去，那不然我如果挂门诊的话。挂他的门诊要等到一个月后哦，才可以商量那个手术的事情。然后呢，隔天，我进去病房，隔天，然后就开刀了。然后送病理的检查之后，就是我是第4脑室的那个试管膜瘤。那试管膜瘤有恶性也有良性，然后我就非常感谢上帝啊，就是。我的瘤是良性的，只要开刀开完就好了。那后来开完之后，其实试管膜瘤开完之后也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会癫痫啊，或是失去语言能力啊，或是听不见啊，有一些后遗症。但是非常的感谢上帝，我都没有。不过呢，现在最困扰我的呢，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后脑勺这边，就是小脑这边有开过刀。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平衡感不好，因为小脑是平衡中枢，然后我就常常都会跌倒这样。不过我发觉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知道我状况的人看到我在爬楼梯的时候，都会叮咛我说：“哎，你就慢慢走。”不要走太快，慢慢走，走上去这样，不要跌倒了这样。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圣歌队，我第一次参加圣歌队，然后我去参加圣歌队的时候，我们在就是经过的路上啊什么的，只要看到那个有阶梯，然后圣歌队也会提醒我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静豪，他也很贴心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每次要献诗的时候，我都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对，因为圣歌队这边有小小的坎，我对于那个小小的坎我都很害怕。然后其实有几次就是这样子，没有跌倒，但是就这样摇来摇去这样子，所以他就很贴心。然后他就说啊，你这样，那你就现在坐在这边，坐在第1排，等到他们走出来之后再那个。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心。那我现在就是在医院做复健，尽量啦恢复我的平衡感。可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呢，我还是恳求上帝，然后就是帮助我这样。其实我这样一路走来，我是觉得说，上帝虽然让我得到这个脑瘤，可是他后面为我预备的都是很好的。第一个，帮我很快就找到医生，因为那个脑瘤我不敢在我们医院开，就是一定要找到好了，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就不讲那个医院的名字了。对，
这个是大手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信任的医师啊。当然教会也有一些人也是会建议我这样子啊，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我进去台大之后，很快的，我不用等1个月后，我很快的隔天就帮我手术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果那个瘤是良性的，然后那些我都没有那些后遗症啊，就是唯一的后遗症就是我刚跟你们讲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努力当中，就是尽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我都会一定要扶着扶手慢慢走这样子。好，我来分享一下那个主日学。其实你要问我说我教几年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记得我第1年教的时候是跟敏哲。我们2个当1年级的老师，2个。然后呢，我记得其他都忘记了因为很久了。我只记得我第1年教的学生里面，康宇恒，对，他现在已经结婚当妈妈了，是阿伯的女儿康宇恒。对，然后你们就可以大概猜到不过中间有断掉过1-2年吧，所以你们大概就知道我在主日学的年资不过没有关系啦，我觉得那个真的不重要。但是我始终觉得孩子的宗教教育就要从小开始你看我们有幼幼班开始嘛那我就觉得，因为我是第1代基督徒，我就常常跟我现在都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教低年级，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老师好羡慕你们你们就从小就可以生活在这个信仰的环境里头，然后爸爸妈妈又带你们到教会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样子。所以呢，我真的是一直觉得宗教教育就是要从小开始。也许呢，他长大的某一天，他会想到说我以前我上过主日学。那刚刚不好意思有人说那个结语说太无聊了，就离开主日学。好，我们会好好的检讨，对，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主日学更活泼。我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更多的青年可以进来吗？对，我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影片，为什么别的教会都有一些那个青年加入在场的青年们邀请，对，然后你们也可以邀请你们今天没有来的青年，好不好？就是帮我们主日学老师注入一些年轻的一个氛围。你知道我们主日学现在平均的老师几岁？18岁。好，很好以前刘牧师说的永远都18岁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你们进来我们就会变到10岁好，所以呢，希望阿公阿嬷呢，爸爸妈妈呢，就是把你们的孩子都带到教会来，但是也不止带到教会来，因为教会只有1天，你们还有6天是在家里的，所以呢，在家里呢，你们也要好好的带你们孩子，然后他到教会来，他才不会觉得很无聊。好，谢谢。谢谢家芳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见证分享。那我们主日学呢，真的非常需要有新血的加入，来同工一起来，我们来当老师，来教导这些孩子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主日学最可爱的孩子们的老师，幼幼班老师素兰老师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牧师，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是主日学最高龄的老师来了，我应该是主日学里面最高龄的，18再18，啊，18再18，不晓得够不够？好，对，其实跟家芳老师刚才所讲的，还跟我所写的有点像对呀，我先讲一个前言，就是我相信。只要小时候来过主日学的孩子啊，上帝会一个一个的找回来，阿们吗？
阿门。啊，弟兄姐妹，所以啊，你们不管有孩子有孙子，一定要带来教会。啊，我们的老师都很热情的哦，你不要看吴老师年纪大哦，我是非常有热情啊，我很关怀孩子。好，是我们要带领孩子来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好，再来呢，我就很简单的，我就不再做我怎么样认识这个信仰了，因为我的天使就是玉兴老师啊，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很早以前都带我来过教会，大学的时候我来过教会。今天呢，我不讲这个，我好像见证很多次了。好，所以呢，再来我要感谢主，我可以在这里分享我的信仰跟服事。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地方。我常常讲，我有3个生日，我的身份证啊是8月5号啊，跟牧师一样是狮子座。可是看到我的人啊，他说：“啊，你狮子座？”很不相信，那个样子都觉得是你狮子座。后来我说我不是狮子座，我是主羊，我是猪羊啊，所以我长得这么乖。好，后来我自己长大以后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没念过书啊，后来我自己农历推算，哎呀，原来我是6月20几啊。长大以后我自己去推算，因为我是巨蟹座了啊。再来呢，可是啊，我最重要的一个生日啊，是我2000年12月9号，是我受洗重生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啊！真的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在我受洗的时候，我就很感谢教会啊，每次都有庆生。有庆生啊！以前啊，每次我记得以前没有奖品的时候，我都没有起来，因为我不晓得是要6月呢，还是要8月。后来我没起来，后来今年去年有奖品，我赶快跑出来了。对啊，我就觉得说，可是我觉得说我这么多的一个生日啊，都没有人庆祝我们家老爷爷都不会记住我的生日，我孩子也不记得妈妈的生日。但是啊，教会记得我的生日啊，感谢主。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记忆中啊，我刚才讲说啊，相信小时候来过教会的孩子啊，上帝会一个一个找回来。其实我小时候在9份国小，我记忆中啊，应该是小学5、6年级，应该是5年级，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有一个同学啊，带我到那个车站的一个地方啊，他往下走哦。我现在就在回想，到底在哪里？在冬天，可是我全然不记得是什么情况。可是我带回来一张小卡片，那张小卡片呢，长什么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跟我爸说我去哪里，我爸说以后不要再去了。我长大后回想，应该就是教会的圣诞节，所以我有去过哦。9份的车站就在那里哦，往下走的一个地方哦。可是我不晓得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教会，我不晓得。好，所以呢，约翰福音15章16节，他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指派你们，好使你们出去，让你们结出果子，使你们成为果子长存。而且使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信实的上帝啊，在2000年12月9号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因为真的是每次啊，我老公讲什么的时候，我跟他说，上帝是我认识上帝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不晓得是什么脸，我是不清楚了。好，所以我成为他的宝贵的儿女。再来呢，我2000年不是受洗吗？再来我受洗之后啊，那我这个人啊就很单纯，我的世界就只有3个地方，现在也是一样哦。我很少出国。第一，家里。记得我什么座吗？我是不是狮子座？不是，我巨蟹座。所以我第一家里，第2上班的地方，第3教会，其他的地方啊很少去，除非是我姐妹带我说，要不要回娘家出去玩啊，才会偶尔去一下。所以呢，我好像就是这个几个地方。所以我在受洗之后啊，我来到教会，那主学老师、主学校长都很清楚，这个人常来哦，就给我当小会计。
那时候我还没有教小会计啊，教主学。后来我就直到现在哦，从2000年左右会计做到现在，我一直想说，我不要做了啦，我好像脑袋瓜有点退化了哈。翠玲长老在那里了，他说虽然是这样做才不会老人痴呆啊。再来呢，苏成，我就跟他说，苏成，我那个会计啊，我可不可以退下来换那个新血？新的要有新的那个年轻人来做啊！感谢主，明年开始，信吉老师要接会计的部分啊。好，所以呢，我接受神的呼召。再来呢，2005年左右啊，主学就邀我当老师。我记得我先接3年级。接3年的富春校长就邀请我当主日学的校长，那我想都没有想，我就说 OK 啊，我也不晓得害怕不害怕，我就说 OK， 反正我都在主日学出入吧。后来呢，再来呢，2008年的时候啊，主日学的校长钟义长老有一次在地下室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帅老师，你可不可以兼那个国小部主任？我们好像有个执事，离开教会了。我记得还是谁的女朋友哦。我说这样子啊，那吃饭啊，吃聊一聊，说好 OK， 那我就接着主任啊。那再来2018年的时候啊，应验牧师都说，孙老师，那世芳老师离开那个幼儿部，那你下去接好不好？我跟他说这样子啊，OK， 那我就下去了。我好像也不晓得害怕与否啊。那我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啊，我就觉得我有事啊，在主日学我听到那个秘密，我才知道我听到那个秘密。我的嗓门好像不小，又拿起麦克风更大。我在听到凯安校长跟有人讲说，算老师上去的时候，那个麦克风要调小声一点。我说是这样子啊，麦克风要调小声一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啊，真的是就像家一样啊。所以呢，家芳，我觉得他应该比我的资历更深了啊。可是我这样子也才会有20来年的一个服事，感谢主的带领啊。所以呢，在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那再来我就要讲到主日学的传承了。目前啊，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年龄层都偏高，其实都偏高啊。我们但是啊，感谢主，最近玉婷有一个青年童工玉婷，她委身呢。他就直接跟我讲，帅老师，我好喜欢小孩子啊，我可不可以到幼儿？我说感谢主，我们正需要。哇，你看他的幼儿主学服侍的那个热忱啊，真的孩子都好喜欢哦。所以上帝听到我们的呼求，家芳老师啊。再来呢，我们也是跟家长爸爸妈妈发出邀请函。前2个礼拜，我们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在幼儿主学来服侍，让家长可以看见孩子，可以看见孩子信仰的重要，因为家长就是他的老师啊，所以老师跟主日学的校长，跟老师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孩子，让孩子走在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神的道，就是箴言。我们主日学老师一直用到这句哦，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好，那再来我总结，1分钟啊，主日学就是教导、照顾、关爱每一个孩子，教导孩子遵行神的话，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啊，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真真假假。但是上帝所记载的每一句都可靠。好，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信实的天赋，我们跟随耶稣，成为主所喜爱的儿女。我们要让孩子走在正路上，把耶稣的祝福，我们要把这个祝福、这个教导带给孩子，这是我们对耶稣最好的服事。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舒安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见证分享。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这群儿组的老师们在对这些孩子的这样的付出，也期望看到孩子们他们这个信仰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那接下来最后我们来邀请儿童牧区的长老许树腾长老来为我们做最后的祷告。好，感谢主，可以看到我们儿童牧区非常的丰富哈，一群委身的老师，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把一群可爱的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孩子身上也感染到那一份活泼还有单纯的心。感谢主，你带领一群同工委身在阿嘎贝牧区，让我们一同在牧养当中也学习成长。也感谢主，你为这群阿嘎贝孩子们有爸爸妈妈，还有爱他们的阿公阿嬷，你带他们到教会来，一起在主爱中成长。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能够带领这些孩子，能够赐福给家长，让每个孩子在家都会有平安喜乐，也是智慧给老师们，能够用神的爱来爱孩子，更保守孩子的一生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儿童牧区的见证分享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同学明天还要上学哦，我们要直接来请我们的这个明文执事啊，来带领我们大家来进入公祷。好，首先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好，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好，那请明文来带领我们为国家、社会来祷告。那个，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直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怜悯，今仔日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主啊，乌克兰甲美国要签的和平的协议，即马原则上已经有共识，不过犹原需要你伫地会当亲身来引导这个过程，互因彼此拢有智慧，会当愿意退一步。这3年半的战争会当因为你的恩典来停止。互受苦的百姓会当得到平安，这个世界会当搁建立公义和睦。过来，咱要为咱的国家来祈祷。主啊，咱台湾的总统特别提出400亿美金的国防的预算，要来保护咱台湾，保护咱的民主，也要加强咱的理念加强咱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建构一个较坚固的印太安全。主啊，愿你成做阮国家的靠山。互阮的政府有智慧、有能力，嘛有敬畏你的心，互台湾行伫你的旨意内底，无惊吓，嘛无烦恼，因为你是阮永远的主宰。过来，阮要为阮的桃园市来祈祷。主啊，桃园今年的预算有淡薄仔欠缺，毋过你赏赐丰富的资源，互阮桃园会当得到建设的机会，也求你保守阮的市长甲因的团队。互因会当好好会当管理财政，会用伫应当用的所在，市政会当顺势，市民会当真正得到福气。主啊，这3件代志大多拢放伫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伫天顶那是伫地里，也愿和平甲你的看顾、你的恩典会当临到阮的国家，甲这个城市。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好，请丽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为教会来公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使我们这些原本该死的罪人有了永生的盼望。在这待降节期，我们以欢喜的心来感谢上帝，也为儿童阿嘎贝牧区来祷告，保守这些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主，拣选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基石，帮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偏离主真理的道路，让主耶稣成为他们一辈子的帮助。我们也为身边生活中正面临苦难的家庭代祷，求主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在苦难中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交托仰望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也为我们教会中的肢体来祷告。好，那今天要特别也为4位的肢体啊，一位是美智姐，在这个礼拜1有做癌细胞的
的手术，好，那有发现癌细胞有扩散，好，但是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手术，好，让他身体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二，也为秀珠姐，好，就是韦克长老的妈妈，好，继续为她的这个眼睛黄斑部病变的手术复原，好，下个月再做门诊，好，那能够确定一切都能够恢复正常。第三位美秀的女儿燕宇，好，那她也要做化疗，好，那这一周的化疗没有办法进行，因为白血球过低啊，好，那需要补充多一些的肉类和蛋白质。第四，也为丽君的妈妈，好，是慧珍姐，好，那她血癌在做化疗当中，也求主看顾慧珍姐，好，让慧珍姐能够得到医治。好，我们一起来为这4位弟兄姐妹为他们来代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美智姐她在这礼拜完成的手术来感谢主，也求你保守她能够得到身体完全的康复，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也为着秀珠姐她的黄斑部病变的手术完成，感谢神，也求神你继续在她身上来动工，也祝福她，让她能够早日的康复，也能够恢复视力的正常。也为燕宇来祷告，主啊，求你也保守燕宇，让她身体的白血球能够恢复正常的指数，也让她能够在这8次的化疗当中，一次一次都能够让有足够的体力，也能够恢复到身体完全的健康，得到主你完全的医治。也为慧珍姐来祷告，求你来与她同在，特别在血癌的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求你带领她的脚步，也让她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神。主啊，你对我们说，喜乐心乃是良药，求你赐下平安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经历神你完全的医治和神你完全的修复。我们也为我们自己个人，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身边周遭的弟兄姐妹有身体的欠缺，或是有疾病软弱，或是有心中的忧伤或是担忧，也求主你垂听我们在你的面前所献上的祷告祈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邀请儿童牧区的同工大家来留下来拍个合照。好，那最后我们要来散会诗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一位寿星在我们的当中啊。刚才除了义如的妈妈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曼双好，今天是她的生日，18岁生日。好，那牧师准备了一个礼物要来送给曼双。他忘记今天是他生日了。那我们来帮曼双来他在我们教会做干事已经16年了，我们来为他唱17年，又不小心又加1了，我们来为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这个17年比迦南教会很多的牧师待的还要久不简单啊！我们再次来恭喜曼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个礼物呢，等一下大家都有，好，出去的时候呢自己拿，好，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他。好喜欢与你在一起，一起拍手来赞美他。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看右边人说，好喜欢与你在一起。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张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要离开前啊，每个人可以拿2颗的寿桃。好，生日快乐！